没那么容易，我得查查。您请便，请便。哎，让开让。嘿嘿嘿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这是降龙木。你们想干嘛？哎，别急嘛，正是降龙木。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，说的什么？你可记得？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。掩人耳目。那么交出降龙木，为了什么？你可知道？俺当然知道了，为了救俺姑爷的命。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，你可知罪？哎呦，坏了，险些误了大事啊！兄弟们，快走！走！哎，停！腰牌呀，俺也好回去交差呀。哎，走！掩人耳目。这！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，快走！快！寨主，天波府来人了啊！你看，哎呦！不战寨主，二位夫人突然前来，我未曾及时更衣，实在是有失体统，有伤大雅。快请。天波夫人在哪儿呢？请。天波夫人在哪里？小姐，跪下！小姐，你看，跪下！小姐，你们是天波府的人？跪！天波府的，别急啊！圣上已下了告示，53刻前送到降龙木，便可赦免宗保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看来小王爷没骗我。彩云啊，随我去取降龙木。你们俩给我等着！走。哎呀，感谢两位夫人，快请坐。太没想到了，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，他不糊涂。周子，周子，周子，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呀，小姐？是不是忘关寨门了？怎么办呀，小姐？别吵了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想想，怎么办？降龙木没有了，怎么办呀，小姐？哎呀，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，偷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。那我们分头去找吧。停，走。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，后门道路崎岖险恶，降龙木走不了那儿。怎么办？前门走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鱼，不管，可见降龙木出寨。哦，有个车呀，假装拉着柴火，其实是拉降龙木的，掩人耳目啊。后来来了俩女的，都是掩人耳目吗？对了，小姐，还有腰牌呢。走了多长时间了？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。不管，走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快！哪里来了？头，我们跑不过马，怎么办？来，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！1、2、3，快！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，把他们给我引开！快！
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说比马跑得还快吗？彩云，小姐，没有。降龙木呢？快说！我们是做生意的，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？胡说！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，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。哼，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，没有的话，你们跑什么？快说，降龙木在哪儿？说！这小的真不知道。你不说，本姑娘刺穿你！啊！小姐，都死了怎么办？有诈，还能怎么办？顺着车印找啊！快，炸！爹，桂英，怎么回事？脸拉这么长？降龙木丢了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？桂英，他们会藏在哪儿呢？应该就在这条路上。何以见得？出了寨门，就这一条车辙印，肯定能找着。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轴印就能找回来？听我闺女的吧，没错。走。都怪我，降龙木让俺弄丢了。我，哎呀，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，咱们快走吧。追！走！天怕浮云，地怕黄，人怕老兵，虎怕伤，耗子怕猫，猫怕狗，小你们两个带走，走。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木的，现在鬼影已经发现，我们再不毁掉，回去定被王监军处死。快走，走。辰时已到。降龙木就在这附近。小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看，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，从这儿到那边，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，车辙印特别浅，所以我断定，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了，换上干草。他娘的！你说就这么一条路，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姑娘们，在此处好好搜查。你看，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？走，咱去看看啊！走，看看去。干爹，来，好好找。小姐，你看，找着了！走，小姐小心，慢点。小姐小心呐！看，你看你姐，笑啥呢？你除了笑还会啥？你看你吃的，嘿，他们干啥去了？他们追过去了。咱们从这儿下去。走。4
4时已到。娘，这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大娘、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。是啊，对呀，这个时辰该回来了。恐怕出了什么事啊！娘，这能出什么事啊？什么事不清楚，一定和降龙木有关。娘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？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，他会有办法的。快走，在那儿！快点！快！彩云，快点！哎，你。杨元帅，圣上有旨，5时3刻运来降龙木，赦免杨宗保。这运不来，可要照样行刑了。 5时3刻还没到，可这马上就要到了。干爹，快看，不好了，前面那条船跑了。那儿呢？前面的船跑了，你往后边看呐。后。 这是彩云，谁说那是彩云？不是彩云，那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管是谁，他是咱木刻寨的人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，他可能比得过咱木刻寨的人啊！船夫，快点，快！ 放心吧，我3岁便会撑船，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。哎呀，这就叫飞高探水急，清波起涟漪。好，别跑，快点，快点！跑！跑！再跑！站住！若是弓箭在身，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，他跑不了。来，加油！ 这，吁！这可是不期而至啊，王爷。人之将死，道个别，不为过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宗保，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！啊，谢谢啊。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，那我就不说，不说。我想说你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你和公主已经订了婚了，你这不可能改变。你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办？ 快！头，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，快不了。把降龙木扔到水里。是。走，快！走了，干他们。停！好，小姐，叫你停你就停！停！快下船！停！快！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。什么？不在船上了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刚才那筏子那么重，压水花压得那么深，
现在却这么轻盈，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法子上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小姐？怎么办呢？啊！沿路找，掉头！掉头，快！50一刀！兄弟，有只蚂蚁在咬我，帮帮忙！哪儿？兄弟，谢谢啊！咬死你算了。兄弟，哈，哈，这51颗。头，咱们逃脱了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穆桂英，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，我能高兴吗？头，湖面这么大，降龙木沉在哪儿？他找不着。哎，把船停到岸边。哎，兄弟，往那边划。停岸边。哎，快点！小姐，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，咱们怎么找啊？小姐，要我们下去摸摸。这么大的湖面，你上哪儿摸去啊？这怎么办呢？头，赶紧走吧！等等，我要看看究竟，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。52颗。杨元帅，行刑吧。杨元帅，你想抗旨不成？如果你不行刑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。53颗。53颗已到，准备行刑。不能杀杨家后人！不能杀杨家后人！不能杀杨家后人！杀杨家后人！停！停！降龙木就在这儿，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。快下水去摸！小姐，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？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？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。可是小姐，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。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？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。黄瓜啊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那就是你姐，哎，那就是我穆雨的闺女，那就是咱穆柯寨的大英雄，就是，对，还愣着干嘛？快下水啊！快！好，来，快点！快！头，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？头，他们捞到降龙木，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。没那么容易，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？这才应了那句话：龙生龙，凤生凤啊！老鼠生来会打洞。龙是谁？您呀。凤是谁？您呀。老鼠呢？您。呸！差不多。哎，怎么样，小姐？我真扶不下去了。小姐，这水太深了，扶不下去啊！是啊，这帮没用的东西，看我的！啊！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。小心！哎，怎么样？彩云找到降龙木，但有一要求。你
你说，什么要求都行。杨将军被赦免，第一件事儿，先陪本姑娘喝酒。行，陪你干什么都行。太好了，这丫头太聪明了。有没有绳子？来，这儿有绳子，快，好，给，快呀！小心啊，彩云。拴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数1、2、3，来，1、2、3，快，把绳子给我。再来一根绳子，来，彩云，再绑一根绳子，再给我一根。好，哎，准备好，一起使劲，来，1、2、3。来不及了，桂英，那我先赶到刑场，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，让他们延缓行刑。皇上下令，53个刑情不会轻易改变的。那我们就眼看着从脑等死吗？怎么办呀？小姐，皮筏，皮筏，羊皮筏子，用羊皮筏子，快！等等，你再等等。王爷，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，这皇命不可违呀。如果再不行刑，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。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。行刑！住手！放肆！孙儿啊！孙儿！娘！孙儿啊！娘！孙儿啊！孙儿啊！我的孙儿啊！啊！桂英，太狡猾了！你看，捞上来了。哎，好，好样的！哎，喂，回来！小姐，快！有了你的羊宗宝，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。上来吧，上来！慢点。气死我了！我真想把绳子割断，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宝。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。快点的！太好了！天上星，亮晶晶，一眨一眨照眼明。好男不当兵，好女不打顶。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？好听，好听个啥呀？听我的，这才叫好听呢。天上的星哟，亮个晶晶哟。老太君，您敢抗旨？圣上啊，圣上，你开开眼吧！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，你开开眼吧！佘三花抗旨了，佘老太君抗旨了，我的孙儿啊！
奶奶，不哭。这，哎，让让，你快！快点儿，快！杨元帅，佘太君，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，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。如果你们要造反，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。要杀就杀佘赛华，要杀就杀佘太君。杀！娘，宋宝，娘，奶奶，孙儿啊，孙儿，奶奶要替你死。降龙木刀，降龙木刀，快！降龙木刀，降龙木刀！这是真的吗？降龙木，这是真的降龙木，真的降龙木啊！放人！放人！快放人！宗宝，宗宝，桂英，没事了啊！桂英来了。娘，宗宝，桂英，没事了。圣上，有了降龙木，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。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，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，又能威震敌军。好啊，谢谢你。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死无其所。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。不分开。你要是敢离开我的话，我就咬死你。多亏了桂英啊，没她，宗保就该没命了。就是啊。是啊。哎，我去把桂英和宗保叫来，咱们一起热闹热闹。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，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？娘，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，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，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。你说啊，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，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，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。哎，你说这些想法啊，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。真的，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，我绝对想不出来。是啊。不过，通过这件事，又提醒了我，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，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，阻挠出征。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，何其阴险毒辣呀！哎，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。杨家军不惧怕辽军，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。燕昭啊，儿在。你爹驰骋疆场，无人可及，可是与奸臣斗智，就显得力不从心了。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，保住
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。娘就放心吧。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。你不用去，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，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。朕去天波府，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，朕没有太在意。现在想起来，千真万确呀。圣上，奸臣阻碍出征，已毋庸置疑。他和辽军一样，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，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再诋毁杨家，不但不听，反而还应警觉呀。朕清楚，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。酒来了。今天呀，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。彩云，你也坐。为了宗保大难不死，咱们3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！对，来，哎，先别着急，杨将军，你得谢谢我。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？对对对，你要知道，没有彩云的话，就没你条小命了。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！哎，来，彩云，我跟宗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们俩给你鞠个躬。谢谢。咱俩敬彩云一个啊！来，哎，且慢，又咋的了？小姐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？咱俩啥约定啊？哎，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。哦，这事儿你还当真啊？那你身为领兵之人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如果言而不信，谁跟你人前马后啊？行，那喝吧。那好，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你出去玩会儿吧。啊，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？那当然了，出去吧。好，那行。宗保，那我先出去了，你陪彩云好好喝啊。你们俩一醉方休啊。好，走吧。我真走了。哎呦，别装那可怜样了，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，他就成了我夫君了。彩云，我还真了解你，你还真有这本事啊！你可真草木皆兵。你说你们这些人啊，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，个个心急如焚。桂英救了宗保，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。婆婆，您息怒，穆桂英的恩情，我们杨家不会忘记。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，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。先不说单大王之女的名分，就是圣上那儿，也无可奈何呀。就是啊，这是咱们家中之事，不管圣上不圣上的。娘，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。眼下圣上心火正盛，公主受了委屈，心中正痛，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，岂不是引火烧身？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，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，可是现在，娘，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，宗保为娶公主已惹怒圣上，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。那依你们怎么着啊？娘，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？对，慢慢再说嘛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姐，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，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，把她拒之门外，有点说不过去啊。大嫂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哎，杨将军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，叫你宗保怎么样？啊？
行，当然行。来来来，喝酒。喝酒，喝酒。来。桂英，哎，你愣着干嘛？快倒酒啊，倒酒啊！啊，来，宗宝，宗宝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娘，孩儿亡命在身，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，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。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，你为何就袖手旁观呢？娘，孩儿以为呢，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，确实有诸多不便。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，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，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，这好像说不出口啊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，不让人家进门，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？那你的意思是？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。怎么变通？眼下，孩儿正奉命征辽，手下缺少猛将，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，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，娘以为如何呀？这怎么行？怎么不行啊？老身看是个好主意。娘，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，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，赢了就进天波府，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！哎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主意好。小穆桂英输了，她也无话可说，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。八妹啊，你武艺高强，可是你想过没有啊？你和桂英交战，不会占上风的。她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，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。哦，娘，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。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。来，杨将军吃菜，来。我吃，我自己吃。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！来，吃菜啊！真乖。我们再来喝酒啊！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？现在，本姑娘是小姐，她是侍女。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。别管多少，本小姐叫你喝，你就得喝。拿着，来，喝酒。哎，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。杨将军，谁呀？进来。杨将军，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。回天波府。走，桂英，走。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。我一个人回去？是。娘，这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从哪里喝的酒？和桂英啊，桂英救了我，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。娘，你让我回来，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？不是不让，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。她是我媳妇儿，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？宗宝，你是朝廷命官，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。所以我和你奶奶、你爹商量过了，让桂英比武进门。什么？比武？娘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这桂英身份特殊，要想进门，这也是迫不得已。不，哎，宗宝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我故意输了，你们该怎么办？不让我进门了吗？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，本姑娘还不稀罕呢。
桂英，你别生气。你听我说，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。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。